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宏威科技参加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与全国800多个厂商进行竞赛交流，其中2项专利产品荣获发明展双料金牌。透过报道带你来看看。宏威科技创办人谢敬新博士指出，诚信、专业、服务、创新、永续是宏威科技的核心价值。因应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突破。这次公司的宏威信息能石墨烯足弓矫正器与宏威信息能石墨烯量子滤水壶这2项独家专利产品，就荣获2023日内瓦发明展2面金牌。这次呢，量子滤水壶的话呢，我们得到了马来西亚代表团的特别奖跟大会所颁的金牌奖。那量子滤水壶的它的特色就是呢，滤芯的话呢，它是里面有7层的滤材。那7层滤材的话呢，它由第1层的无钠离子交换树脂到第2层的 KDF 铜锌合金剂，第3层的银离子活性炭。那前3层呢，会让我们这个自来水一过滤，经过我们滤芯呢去过滤，会达到清洁洁净的部分。那再来第4层呢，就是我们麦饭石，麦饭石就给我们这个水的微量元素跟矿物质，钙离子球。那钙离子球就是给我们水分里面的钙离子的部分。第6层就是镁离子、镁金属的部分。这个就是要给我们水的一个钙镁比例达到2:1的一个比较好的比例。那最后1层就是我们石墨烯的部分。那我们石墨烯的话呢，添加石墨烯的，它只是要给予我们这个滤芯所谓的信息能。那信息能就是我们有很多款的信息，然后信息能不同信息能的滤芯。那这不同信息能滤芯就是会依照你的需求的这个状况，然后去选定你需要的是哪一款的滤芯，然后去加强、去增强你自己的身体的养生跟健康。宏威足弓矫正器是集团打响名号的第1项产品。宏威科技现在更加入了独家信息能技术，推出信息能石墨烯2.0足弓矫正器，同样在这届的日内瓦发明展当中获得金奖肯定。我们这次瑞士日内瓦发明展，我们另外的1项产品是我们的宏威石墨烯足弓矫正器2.0。对，那这一项产品，对，它是继我们2014年之后，它算是我们改版的第2版。那这一次它整套系统我们都有去做加强，无论是从传统的我们用足型的拓印，变成我们这一次以 AI 去判定角图，到我们这一次我们改良后，我们在整个它的材质上，我们增加了石墨烯的这一个部分。那增加石墨烯，它去作为我们一个信息能的载体。那我们在这个精准养生、精准医疗的部分，它不只是单单在力学上帮你做了改变，它透过用信息能的部分，可以让各个年龄族群的它达到更精准的一个健康的进步。宏威科技集团总部坐落于台南科工区内，集团在台北、新北、新竹、台中、云林、高雄也设有6间分部，同时也将事业拓展到海外多国，全球拥有超过100万的爱用者。宏威科技以全方位科学养生保健之道为主轴，建立利人、利己、利众生的健康事业，不惜投入大量时间、人力、财力做产品专利研发，以提升产品品质与独特功效。更与各大知名大学合作开设专业课程，传授正确且丰富的养生保健知识，培育健康事业方面的人才，展现专业与服务。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今年高雄的凤凰木提早开花，风轻轻一吹，还会下起花雨。浪漫的场景让高雄多了一个打卡景点。满树的大红色凤凰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落下一地花雨，美不胜收。高雄的凤凰木以往开花时节在夏季5到7月之间，但今年似乎受到干旱影响，从4月中旬开始就已经陆续开花。凤凰木会提前的话，根据我们研判的一些相关的经验，可能因为今年是缺水嘛，或旱季比较长，所以导致它提前开花。因为它要去做一个授粉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有提早开花的现象。目前在整个凤凰木最大开的部分，在时代大道、中华1、2路，还有寿山，
还有市区里面一些邻近的公园有栽植的凤凰木，目前都已经有大开的一个情形。虽然花期提前，但丝毫不影响花朵大小以及色泽，仍旧在树梢上艳丽的吐着花蕊。它开花一样都是很漂亮、很盛开，挂也很火红的部分，不会因为说缺水而去少，只是说它的时序会去做一个变动而已。成群的大红鲜花在树梢上怒放，为市容增添一丝缤纷。想打卡拍照的民众，记得趁现在用相机定格绝美景象。凤凰木正常是5月到7月啦，正常都是2个月、2个多月、2个月的部分了。因为今年它整个4月份就已经大开了嘛，大开之后，我们其实概估都以照2个月的期限来讲的话，应该是4到6了。对，应该是4到6的话，现在是5月份嘛。5月份去拍摄，应该是很漂亮的地方。凤凰花开的艳丽，为沿途风景增添不少趣味。目前高市府在路上种植了多元的行道树种，要让市民朋友们在每个时节都能感受到满满浪漫。我们现在原则上就是以全年度每个季节都有让民众或是居民有休憩民众有去做一个欣赏花季的一个思考逻辑，就是说。几乎每个月都有花，除了是冬季的部分，就是台湾栾树，它有一个落叶期，它是由绿转红转咖啡，这个都是一个时序。我们现在目前是全高雄市就保持说每个季节都有花，都可以让民众来做一个欣赏。预估凤凰木将开花到6月，想拍美照的民众千万要抓紧时间。记者黄冠维、苏玉文高雄报道。台南今年积极推动智慧城市，此次台南市消防局与厂商合作，成功打造涉水无人机，大幅降低消防员的救灾风险。为了解决施工当中的建筑物火灾或是面积大、距离太长，消防人员无法深入现场的火警，现在台南市消防局研发小组和民间公司合作，打造了涉水无人机。自己买水线来改，成本只要2000元，搭配移动式消防帮浦或是附近水源，就可以达到有效救灾。台南凭智慧城市，其中无人机已经普遍运用在救灾、农业等各领域，不只提升救灾效能，更重要是提升消防人员的安全，来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了无人机、消防机器人，还有这个遥控动力的救生圈，这些都是像各式各样的无人机的变体。怎么样呢？像救生圈，它也是一种遥控的方式，无人的载具。那消防机器人也是避免消防人员深入火场，所以用机器人的方式能够到火场进行消防工作，更不用提到水下的这个无人机了。因此呢，无人机可以说是3D 水上、水下、空中都可以用。那对于救灾抢险有很大的帮忙。会中消防局也展示各种无人机、消防机器人，以及在决策室直播影像画面等无人科技的研发成果。当然，有一些设备还没有实战经验，不过局长表示，最好是不要用到。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高雄一所大学学生为避免盲弯造成车祸的事件重复发生，特别设计盲弯预警系统。希望透过预警标记提醒来车注意，降低事故的发生率。路弯跟车辆开在道路上，若是行经预警按压坡，预警闪烁标记就会亮黄灯闪烁，提醒对向来车这边有车子经过。一个是我们的现在看到闪红光这个预警闪烁标记，它跟那种道路猫眼石一样，那位于双黄线上面，每10公尺设置1座。那第二是我们的预警按压坡，它跟减速坡一样，然后设在路弯跟出弯口。如果车辆不小心跨越双黄线，压到预警闪烁标记，全路段的预警闪烁标记就会以更高频率亮起红灯，警告违规车辆，并提醒对向来车，希望借此避免车祸发生。那如果说它能够提前
知道说对面路况的话，就能够提前刹车下来。这是一所大学创意商品设计学系的作品《盲湾预警系统》。因为通往学校的山路相当崎岖，因此学生透过创意发想，运用模型模拟车辆与道路状况，希望在蜿蜒的道路上，透过增强盲湾预警系统，借此减少车祸发生。就是有一次骑车差点被对面的违规跨双黄线休旅车撞到，然后这种盲弯路段好像就觉得说，目前台湾针对盲弯路段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的交通设施能够专门提醒或是有效避免车祸。一所大学创意商品设计学系的毕业展以脑内宇宙为主题，大四的学生们透过共同的创意，发想出别具特色的产品。那是宇宙，所以我们的主角是选择太空人为主。那我们学生呢是让整个脑内宇宙运作起来的脑细胞。太空人掉入我们脑内宇宙的设计全员中，来介绍各组每个宇宙的一些创意以及思想。那我们就是把这些创意以及思想，把它产品化出来。水从恐龙的嘴巴中流出来，小朋友就可以刷牙、洗脸、洗手。有组别创造出可爱造型的小型洗手台，提早去做一个学习的动作，所以我们是利用仿生设计，然后设计一个就是适合2岁以上的小孩子，可以让他自主去想要学习，就是洗手啊、刷牙等相关的卫生习惯。学生们透过集体创意，创造出许多创新的作品，展现4年所学，为大学生活创造美好的回忆。记者邱玉婷、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护理系日前举办112年加冠典礼，300多位学生在师长的见证下，宣誓成为南丁格尔传人。师长与各界贵宾也出席到场，肯定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中华医事科技大学112年护理系加冠典礼日前在图书馆演艺厅举行，包括五专3年级与4技2年级学生，总共317人，着实习服上台。女护生由老师佩戴护士帽，男护生则接受老师来别名牌，过程庄严。校长孙一鸣表示，加冠典礼是护理系学生在实习前必须完成的重要仪式，如同护理界的成年礼。在实习过程，如果遇到任何困难，学校都会作为学生最大的后盾。今年总共有317位学生要来做加冠，那我想加冠完后就是到医院去做实习，所以有一个叫做护理系的一个成人礼。那我想我们中华医大创校55年，那这55年呢，我们培育了很多的护理界的精英。那在各大医院里面也有很多我们的学校的校友。那我们去年呢，学生在考执照的部分也都比全国平均还高，而且我们还出了一个全国护理师的状元。那所以我们中华医大在培育护理人才是不遗余力。那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今天这样的典礼过后，本着多看、多听、多问的一个精神，在实际场所学到他的应要有的一个技能。那我也要跟所有的加冠同学报告，就是不论你遇到任何问题，中华医大一样都是你坚强的后盾，你都可以回来跟老师们再请教。现场出席的贵宾有学校董事会的董事、卫生局长苏世斌、市立医院院长蔡良明等人。在加冠仪式过后，现场也进行点烛传光仪式，由系主任在南丁格尔的肖像前点燃蜡烛，然后交给20位协助加冠护理专业老师，以接力的方式逐一点燃每位学生的手中蜡烛，象征南丁格尔的精神生生不息。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你吃过台式酸辣粉吗？左营区有一间重庆面食馆，老板用心改良，让汤头更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加上秘制辣油，香辣甘甜的滋味让许多客人一试成主顾。
从锅里捞出热腾腾的面条，加入肥肠、老板改良的酱汁和自制的辣酱，再撒上一点香菜，一碗重庆肥肠酸辣粉就可以上桌了。老板在创业前其实是专业的台菜师傅，到重庆工作以后，从当地同事那里学到道地的重庆面食，从此爱上那个滋味，便决定以川味作为创业的根基。其实我们一开始是要卖凉面呢，就是我们主打其实是凉面，然后后来想说，我先生他自己有练那个辣油，就是四川的辣油，他觉得这东西其实可以再去衍生出一些别的产品，因为像我自己我很喜欢吃酸辣粉，我之前有在澳门工作，然后那边我觉得这东西真是太美味了，然后为什么台湾都没有？因为像薯粉这个东西，他们可能当地人就是除了做酸辣粉。然后他们火锅啊，就像我们火锅会加泡面，可是他们是加薯粉，然后就想说，这东西可以来卖卖看这样。这家重庆面食从路边小摊车做起，到能够拥有自己的店面，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自炼辣油和花费6个小时熬煮的药材炖汤，这2味精髓功不可没。我们不主打道地，我们的口味都是有改良过，就是台湾人比较适合的口味啊。像南部这边就是可能口味在调整，然后让它再可能偏甜一点这样。以我们酸辣粉的汤来说好了，我们那个酸汤，我们可能就加了十几味的中药，就有点像我们台湾那种油炖排骨这样。因为台湾人其实对这种中药口味的汤其实接受度很高，酸汤我们就可能就是层次更多一点。为了符合台湾南部口味，老板和老板娘花了许多心思调整用料。店里贩售的几种面，不管是辣的、不辣的，共同点就是又香又顺口。我们凉面的面条它跟外面比较不一样，我们是用特制的细拉面，外面可能比较常见就是油面，然后它吃起来可能会比较有嚼劲一点。酱汁的部分我们有加一点点麻酱去调味。它辣中会带一点甜，最特别的是我们皮蛋是有煮过的，可能有些人会稍微怕那种皮蛋的那种味道，然后煮过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淡，然后吃起来的口感比较像是水煮蛋这样。重庆小面就是一般你在四川他们可能早餐就会吃这个东西了，然后小面它很多种，它上面的配料统称为臊子，我们店的臊子是炒辣的肉燥，这样就是也是用花椒还有3种的辣椒去炒，然后你看它就是好像很平淡，吃起来就是你拌开它其实是很香的，那个味道就是会冲上来。酸辣粉其实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就是我们有试过台湾做的红薯粉，可是真的都很容易断，品质不稳定，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进口四川的。除了我们的肥肠，然后瘦肉片啊、蔬菜这些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有加一个我们自己炸过的黄豆，它嚼下去就是香味会冲出来。几碗面看似简单，但里头的每一种食材都是精心挑选，并花费大量时间才呈现出的精致台式川味，让许多客人一试成主顾。记者邵逸轩、李凡飞高雄采访报道。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材质创作与设计系毕业展，以飘撇撇为主题，展出4位学生的复合媒材作品。透过报道，带大家欣赏他们的学习成果。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材质创作与设计系第14届毕业展览飘撇撇于日前正式开展，学生先在宣传片上讲述他们的策展理念。飘是有随着风向流向漂流的意思，然后撇从字形上就是从一端然后分流到另一端，有点像分水岭。然后再讲我们这一群同学聚集在这个艺术学院中，彼此共同创作生活，然后再以这个毕展为出发点，再像一个分水一样分散出去。这次分别由44位学生展出木质、金工、陶瓷和纤维等创作，其中一件以自己创作的舞蹈动作画成手稿，再用电脑刺绣做成舞蹈小人，非常特别。作品呢是使用电脑刺绣，然后去传达身体的意象，对，然后是以我自己身体的经验，然后还有就是电脑
织图在跑的那个模样，然后去做呈现。另外，这件是以意大利的精雕技术所做的作品，命名为《离开他们的东西》，全部以图文做呈现，并全部打乱，让观者自行去感受作品当中的意义。在这之中呢，因为在这4年中的学习，老师有教我们说，希望我们能跟观者有互相有互动。所以呢，我以匿名的方式去采访了23位朋友们，那他们呢会提供出跟他们有相关联的东西，像是离开他们的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是某一种连结上面的遗失，那都会在我的作品上面去呈现。最为特别的是这件作品《香孩记》，以猫、狗、猪等动物的骨头经过特殊处理，结合精工做出可以拆解的标本，另外还有以蛇的脊椎骨做出的饰品，相当不简单。动物骨骼是一个蛮神奇的材料，就是它有非常多曲折、非常多的细节跟结构，可是它是一个非常纯天然的，就是很自然生成的一个造型。从骨骼的消质处理完成之后，用金属铰链的方式把它作品给连接起来，主要是想表达一种就是由破碎的骨头，然后透过金属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就代换到关系里面，它是一种衔接的过程，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来把一些碎掉的东西连起来，可是它始终还是碎掉的东西，它无法回到它的原样，这是作品主要理念。从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学生这几年来辛苦的成果，同时看到每件作品的创意和特色。这次的毕业成果展分为水色艺术工坊和最美空间2个展出地点，时间从即日起展出到5月28号，欢迎大家前往参观。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为了传承客家文化，高雄市委员会成立客家儿童合唱团，招募国小学童，用游戏的方式带领他们学习客家等多语言歌曲，将语言融入生活当中，让客家文化发扬光大。小朋友在台上高唱客家歌，还有英语、华语、闽南语等多种语言的歌曲，展现将语言音乐化的成果。小朋友也感受到传承客家文化的使命，让高雄市客委会主委好感动。因为我想继续把客家文化传承下去。哦，感动哦！你知道吗？音乐歌曲就是语言的音乐化。懂吗？就是我透过语言，我用音乐把语言变成歌曲，然后把它流动出来。为了传承客家文化向下扎根，高雄市客家儿童合唱团聘请优秀老师，用游戏方式引领小朋友学唱各种语言的歌曲，并且应用在生活中，将语言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孩子呢就会很开心，觉得来这边呢是交朋友，然后又可以有游戏的方式，所以孩子在练习过程是很开心的。我觉得透过唱歌可以让孩子他的生活起变化。像这些孩子说，他们连游戏也会唱歌，然后洗澡最爱唱歌。高雄市客家儿童合唱团去年11月成立，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只有8次团练就展现不错的学习成果，市议员们都表示支持和赞赏。也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有机会透过这个学唱歌的合唱团的过程当中呢，去获得学发。那我觉得我们身为高雄市的议员，尤其我又是这个三民区这个客家议员所以对我来说，客家不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的使命。航向世界为未来整个东南亚500万的客家人口的这样的市场共同来努力，把高雄、把台湾的哈嘎文化我们可以发扬光大，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见我们南台湾我们的6堆，我们全台湾不同地方的客家之美。高雄市客委会主委表示，合唱团除了固定团练之外，也会视情况参加音乐赛事，以赛代训，更希望未来能够受邀参与市府大型活动的演出，和市民分享这份音乐成果。我们除了比赛以外，我们还要去做国际外交，就是可能我们会带他们出去做相关的，就是透过歌唱，然后合唱的方式去国外做巡回的一个文化的交流。
高雄市客家儿童合唱团持续招募高雄市公私立国小2到6年级热爱唱歌的学童报名甄选，透过学习客家等多种语言的歌曲，将客家文化发扬光大。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徐曼珍，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